众朋友，较早欢迎收看12月7日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杨淑晴。新闻开始来关心，台湾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今日透早4点半，气象局搁再针对全台11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另外，天气真寒，同时嘛爱预防流感。公费流感疫苗第2阶段今仔日开始注射，65岁以上的长辈甲学龄前的囡仔拢会当注射。 翠暗围巾加上狗的外套，大家拢包甲白白白。今年入冬以来，头一波冷气团来啊！气象局配合透早，针对湘北、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金门县，拢发布黄色的低温警告。也就是讲，对于配合透早到早起的这段期间，温度可能会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主要针对的范围是针对 苗栗以北以及金门地区，所以在今天夜间、明天清晨以及明天夜间、后天清晨这2个时间，会是在未来7天当中最寒冷的时间点。截至透早6点，真侪所在拢是10度以下低温。气象局讲，爱等9号下礼拜1日是冷气团减弱，温度才会小可来回升。不过伫11号下礼拜3，又有一波冷空气南下，到时阵气温会搁再来下降。 主要就是在11号、12号要留意一下，有下一波的东北季风增强，那可能它是另外一股的冷空气下来。但是因为最近的大陆冷气团实在是比较冷一点哦，所以这一波的东北季风增强对大家来讲反而没有特别大的感觉。 温度变化大，嘛要预防流感。公费流感疫苗第2阶段8号开始注啊，65岁以上的老大人，也有学龄前的囡仔，拢会先去注射。也不过拄好拄到拜6期间，卫福部疾管署有告，全国大约有135间卫生所甲医疗院所应提供注射服务，平常时开放大约有4090间。虽然未来1礼拜因讲拢是大冷的天气，也不过民众依然爱注意，爱穿好少。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今日报纸有报道什么大代志？首先是自由时报，连续6天天气寒搁淡，包括心肌梗塞、心脑血管、急性镜头发作送急诊的病患增加2成至3成，甚至有40多岁左右的少年人发生心肌梗塞紧急送医，医师嘛提醒一定要做好保暖。 自由时报，台北市林森北路一间市民佛庙，初7透早疑似有人放火，3间店面陷入火海，警消赶到现场救出大楼内134个人，疏散500名的住户，只有4位住户急着伤。目前警方已经掌握1位查甫有真大嫌疑，当咧追查当中。联合报。 因为社会气氛混乱，读者已经无爱看需要静心阅读的小说，该看鼓励或者是疗愈的心理册本。出版人观察，这种心理册拍败小说的现象，恐惊会维持几多年。 继续来看到国民党立委陈怡民初6去外交部抗议，结果动手杀查某警察。警政署发布声明，讲会照妨害公务罪，甲陈怡民函送法办。陈怡民嘛伫昨召开记者会发冤枉，讲迄当时这个查某警察并无表明身份。不过内政部长徐国勇回应，相信证据会讲话。 为警方提供影片，因看到国民党立委陈其明伫外交门口楼梯扫遍伊女警，警政署发布声明，会以妨害公务罪嫌将伊函送法办。被杀女警已经到辖区分局提告，不过陈其明法院王强调，当时女警并无表明身份。我就走过去，我就问他说：“请问你是哪一个单位？你是不是可以让我看一下你的证件？”我就要请他出示他的证件，但是他拒绝，而且他都没有讲话。一直强调无动手，唔知对方是警察，还佫爱保留总对伊提供录影显示清白。我在第一时间表达歉意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说深夜11点，这个保六总队会发这样子的一个污蔑我的一个新闻稿啊！我也不晓得说这位陈姓的女警。 他竟然会污蔑我说他有跟我表明身份了。内政部长徐国勇慰问被杀的女警察表达收听，强调为相关影片因看到警察受委屈，相信证据会讲话。他的确有表明他就是保六的。我想大概看到那个影片，现在网络都在传嘛。
那委员说保六，然后哪个单位的保六来这里干什么？意思说你保留在这里干什么？所以事实上，从这个影片里面，那就可以证据会说话嘛。第三女警察无受伤，警方特别将立委函上法办，引起外界质疑。我当了几十年的律师，我非常清楚，妨碍公务罪的构成要件，不以公务员受到伤害为要件。市高勇讲，为了保卫警察尊严，会依法就办。目前已经进入司法阶段，交由检察官认定，也呼吁外界应该尊重警察执勤加行使公权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选举新闻，总统蔡英文昨去屏东参拜庙司，也佫成立竞选总部，针对国民党立委陈怡民去外交部抗议，说将女警的帽仔拍掉，佮杀人。蔡英文是呼吁陈怡民应该爱出面回实的。民众相争要握手，总统蔡英文到屏东落水中义祠，受到当地民众热烈欢迎。伊嘛宣布，明年将会扩大庆祝中义祠300天。对国民党立委陈怡民落河到外交部抗议，拍掉女警的帽仔，一个杀人。蔡英文呼吁应该道歉。我们对于执行公务的人也要有一定的尊重，尤其是立法委员，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昨天这个行为不当的这些立委能够致歉。蔡英文希望选举期间莫阁有侮辱公务人员的事件发生。另外，陆军退伍的中将罗文山受中国政协委员政治现金风判刑，即摆马上发现当时曾经带中国的政委救去总统府见马英九的相片。蔡英文表示会因此更加注意反心头。能够公然的进入总统府这件事情，我们确实要是做一个警惕了哈。那不能毫不设防的让具有特殊背景的中国的人员那随意进出总统府。蔡英文强调，目前除了提出反渗透法草案的讨论，希望社会大众以及伫咧公部门接头路的人员，对渗透拢要特别注意。记者王家川、柯建准报道。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昨规工拢伫新竹苗栗拜票，争取民众支持。对外界问到哪样立委去外交部抗议发生冲突，造成2个委员受伤，韩国瑜是表示谴责暴力。日头早，来到苗栗，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参加今年一度的龙华县会，抢攻总高票源，受到支持者的包围。随后也为新旧电力的立委陈超明甲徐志勇加油。讲到前一天，南洋立委前往外交部抗议，2名立委受伤，伊谴责暴力，表示上该负责的是外交部长吴钊燮。从昨天外交部所处理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整个外交部的方式是完全粗暴的，而且没有礼貌的，甚至对国会议员是不尊重。也毋过对前一天的过程，立委陈怡民对于保留女警有握手的动作，韩国瑜无进一步回应。另外，对于前一天蔡总统指出上线批评外交官的是南洋立委甲名嘴，韩国瑜强调是对当时的主席代表贾中鼎。我觉得蔡英文总统跟民进党必须要讲清楚，国民党从来没有抨击过大阪车的署处长，这一点务必要澄清，请蔡英文总统要讲清楚。副首长陈前日透早到前往桃园市，为当值立委候选人吴志勇徛台，也佮提起棒球，代表击退网军的外乌，下昼是来到彰化，行访地方产业甲农业政策。讲到最近杨惠如引起的争议，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飞环表示，会进一步建议今次用党纪。张先生认为这是事后补救。我觉得这个再切割也没有用，这种亡羊补牢哈，他前面做了太多坏事了要把前面的这种情境期待他能够修改一下，但是我觉得大概也很难修改了。张先生认为，虽然韩国瑜竞办创意总监潘兴协，也传出甲杨惠如关系真好，也毋过并毋是熟悉都会同齐做歹代志。公告敢是有被介绍甲南洋接触。张先生表示，杨惠如的歹代志做了伤济，就算什么人介绍拢袂容易。记者综合报道。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昨下晡参加教育政策座谈会，想袂到现场有民众要求宋楚瑜替韩国瑜助选，不过宋楚瑜电倒问韩国瑜敢担起这个责任，嘛引起民众讨论。教育政策座谈会，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亲身出席，煞想袂到第一个问伊的问题，就是希望宋楚瑜会当帮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拍赢选战。我最喜欢你的一句话就是“成功不会在我”。对。所以我的意思说，今天在太很家庭，
你可以帮助楚瑜，可以帮助国瑜吗？他的才干和他的历练做立法委员，当时 OK。他有做过1天行政的职务以前吗？如果把这么重大的责任，你认为他能够担得起吗？啊，那是你讲的。一句来一句去，现场开始吵，主办方赶紧出面阻挡，加话题有党的教育政策，将近30分钟的座谈，配合郭台铭画出6岁以下国家旗。宋楚瑜嘛讲，若是一当选，要推动国民基本教育，为幼地方开始。将来大班、中班、小班这些幼儿的教育纳入到国家长远的义务教育的范围当中啊！我说他不但要管好自己，要管好家人，要管好部属，大家都笑，认为我只一个人。蔡总统，我也希望你好好管好你的部属吧。我现在是总统候选人，我干嘛去谈他们的事情？谢谢大家。批评国民党嘛，批评民进党，要拼总统的宋楚瑜煞无愿意评论郭台铭甲郭文摕的合作关系。像前国会做亲民党带头的宋楚瑜甲郭台铭、郭文摕之间的关系，互外界看拢无。记者郭灿对这个台北报道。再来看到台北捷运公司打算要调整票价，伫明年旧历年过后，将原本使用电子票证拍8折的优待，改做现金回馈给乘客。感应票扣钱已经拍8折，台北捷运近一年电子票证8折优惠，上紧明年农历年过后调整，改以每张每个月业绩折次数来拍折。我们新的方案的现金回馈，我们最高会有到30%，就是比现在的20%更高。那我们会采分级的方式来回馈，就是以10次为一个集聚。坐愈济抓优惠愈多，台北捷运规划一个月70摆以上的回馈，每个月通勤40摆以上75折，51摆以上7折，比即卖8折更较优惠。也强调无适用1280块的月票甲电子支付，那半年来无坐记录回馈对消息。一般消费者当然都是希望越便宜越好啊。那政府有它的考量，就如果说真的有状况的话，我觉得这一点点小小的消费还是可以的啦。我觉得还不错啊，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那些就是观光客或来一次性那种票证的，然后可以收到那种就是利益，可是其他人就是你继续还有在通勤的话，还是可以享受到这个福利这样。按照大数据分析提出调整，台北捷运估算一年会增加3亿收入。不过交通学者指出，花价大众运输精神，台北捷运爱做是互汽机车使用者可能改坐捷运。必须要看看它使用的距离、长度，甚至它的在刷我们悠游卡的时候，它的起讫点，然后去做进一步的分析。另外，新北市交通局不满台北捷运直接宣布方案，台北捷运回应。礼拜2有向新北说明，下礼拜1会进一步沟通，争取认同，充分沟通了后才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南美国台湾队总教练洪一中带球队摕到7座的总冠军，不过2020年球季确定免换去富邦悍将做总教练，嘛甲富邦拍3年的合约，希望球队会当拍到总冠军。那原本的总教练陈连宏甲部分教练都无要搁再请。冷气团内北市10领富邦悍将领队蔡成儒上场，投球甲控球，挺新闻杯2是棒球赛。基层甲甲级棒球要投入，这棒的悍将也爱受办法补强调整。在位时，将眼光看向桃园总教练洪一中。过去的资历经验，还有带队的这些好的成绩是没话说嘛。乐天买了拉米狗，那或许洪总就搞不好有机会。洪一中毕竟伫桃园踮了12年，富邦认为都等伊甲乐天讲过，才继续接触。顶礼拜5、29号，领队刘介廷摕到1年合约，甲洪一中见面，洪一中无签字。那我是有点失落啊！我说球季结束的时候，我就有跟领队谈过这个问题啊，他也知道我的需求，结果竟然是这样。事实上，我是还蛮失望的。失落24幕，洪一中伫后摆伊就决定加盟富邦，也毋过两江就大转变，就伫迄张3年的好合约。以前徐总的30高很高，跟现在就很低。徐总，应该是比较高。要等春训下去才知道吧，因为里面的训练方式到底怎么样？但是我去肯定是照我的方式去做训练嘛。
洪一中成只汉将兵符，原本的总教练，但係放假多數教練無被削弱，未來教練團隊蔡成儒將佮甲洪總討論。中職幾年來就有4隊，洪一中照你講家己轉隊投下正寒單，明年4隊各攏是薪水上任，應該會當創造更加濟話題，結束無共的花錢。記者綜合報道。來看醫療的信息，進前講血壓的藥仔甲胃藥仔被驗出有致癌的成分，現在佮傳出第2型糖尿病藥仔嘛受到波及。新加坡日前公布3種糖尿病藥仔被驗出有動物性致癌物 NDMA， 因此全面要求回收落架。好佳在這3種問題藥仔攏無進口台灣。就是这3款糖尿病用药，和新加坡衛生科學局檢驗發現，內底二甲雙胍成分含有微量的 N 亞硝基二甲胺，簡稱 NDMA， 因為具有動物著癌性，已經予要求全面回收。而咱個食藥署講，這3款問題的產品攏無進口來台灣，驗過國內共成分的藥品，總共有140張的許可證，會要求業者全面自主來檢驗。我們也有要求廠商要針對這個目前國內已經輸入進來的部分，要來進行檢測。食藥署講，國際上陸續傳出雷尼替定加二甲雙胍這藥物，互驗出 NDMA。國際藥證單位來推論，雜質產生可能甲這點有關係。對這個月5號起，已經採取風險管控措施，業者必須搭配檢驗原料藥啊，經過檢驗合格，才法度輸入也是使用。而醫師也提醒患者，千萬唔通家己停藥啊，以免產生嚴重的併發症。可能血糖控制不佳，也會進而導致後續所引發產生的一些急性或者是慢性併發症例如這個眼睛病變啊、神經病變、腎臟病變等等。而根據統計，全台糖尿病患者有220萬人，其中有7成，大約150名患者是使用含二甲雙胍成分的藥物。醫師強調，二甲雙胍是第2型糖尿病的第一線用藥，臨床使用超過30年，是效果真好的藥物，即陣也無替代藥物。記者綜合報道。高屏溪口第800洪災過後，因為土砂堆積變成大片的沙坡，嘛可袂少國際上要絕種的鳥仔烏面臘飛來遮過冬。尤其這波冷空氣導南，烏面臘飛的數量比去年加1倍。民眾翕到一隻烏面臘飛，就徛佇高屏溪口的河道整理伊的毛。高屏溪過去真少看到烏面臘飛，這2天不止用真經看到。高屏溪口沙坡頂懸，也有一大陣，以前是唔捌看過這麼多。數量一口氣來到這樣50隻。那今年在這個時間，12月這個時候是渡冬期，渡冬期以往的記錄最多大概只有到30隻而已。當地烏面臘飛數量已經是去年2倍，保育團體認為是受冷空氣導南影響，未來2禮拜有機會繼續增加。而且高屏溪口因為800洪災斷沙，這幾年漁船真歹一擺，佫較適合渡鳥來遮，其他的渡鳥要增加，希望未來繼續維持同款的高雄家庭甲用安濕地有烏面臘飛，啊毋過有民眾記錄到烏面臘飛被電線電卡或者是被狗咬死。人類在這個兩個地方活動很久了，可能會有這些東西。那這筆是怎麼走到那個水裡面去勾到的，也真的是很巧合。針對濕地廢棄物，保育團體表示，捌清過真濟擺，會繼續推動維護。啊毋過對流浪狗的問題，建議公部門進行收容。記者綜合報道。嘉義心康復之友協會利用社會卡球的方式，幫助患者復健，若和朋友會當練身體，嘛找到走入社會勇氣。對着囡仔做伙練習，46歲王先生高中就去得到視覺失調症，帶20年的病院，讓伊的個性甲身體愈來愈無好。不過嘛，因為踢球球的關係，讓伊的病情愈來愈穩定，若生活正常，而且嘛有一份穩定的頭路。有疾病出來的時候就要轉移注意力嘛，然後就是跟他們一起的時候就是交朋友，就聯絡感情。嘉義市心康復之友協會用社會卡球的方式，讓朋友透過合作、合適控制情緒，而且嘛透過各種共同比賽舉辦，讓一般民眾能夠較了解因。
对于小朋友来这边踢足球，可以接触到不同的这样子的团体，然后让他有更去认识不同的团体，然后更有包容性这样子。那么透过这样一个团队互动的一个合作的方式呢，它建立人跟人之间的信任感，然后进而呢能够帮助他懂得怎么跟其他人群互动，回归到社区。目前，全台湾只有嘉义市针对精神疾病的朋友有推广骹球的运动。协会表示，经过因的统计，透过骹球，朋友会增加因的抗压性甲人际关系的互动。未来会将这种福建的方式推广到全国，让更较侪朋友有机会用重回社会。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一礼拜休3天，应该是上班民众真希望有的福利。亲像是微软日本公司，就来实施一礼拜休3天，发现唔但工作效率提升，员工嘛感觉加真幸福。纽西兰的这间地产规划公司，每礼拜只要工作4天，互全公司200多名员工自由在拜1到拜5中间选一天来休困。唔但薪水袂拍折，其他4个工作日也无需要延长工时。Previously, you have a culture of doing everything by email. So you spend an hour composing an email. It goes to 20 different people. All 20 people have to read that email, have to respond. Now we encourage people to actually walk up and talk to people rather than emailing. 公司的执行长巴恩斯是推动改革的关键人物。巴恩斯2018年决定开始进行8礼拜，每礼拜4天工时测试。若是员工用在4天内底甲工作拢做完，那呢第5天就使休困。Engagement, loyalty, empowerment scores went up 40%. People's stress levels dropped about 15%. Overall productivity went up. And more people said they were better able to manage their workload working 4 days rather than 5. That surprised us. 连唔知变通出名的日本社会也真想要来脱离超长工时、过劳严重的加班文化。微软日本公司今年8月试办工作生活选择挑战措施。规个月每礼拜5无上班，予2300名员工一礼拜休困3天，成效也互人真满意。这段期间生产力比去年8月增加39.9%，公司用电量减少2成，营业额更加减少将近6成。另外，包括日本的肯德基、正规，也阁有 Uniqlo、雅虎这企业拢推出相款的减少工时措施。2020年奥运即要举办啊，日本政府也积极鼓励企业采取这种有春秋工作时间的形态，让员工用伫厝上班，也是调整上下班时间，来降低市区的交通负担。记者综合报道。联合国第25届气候会议当伫咧西班牙举行，当地自初六暗开始，包括瑞典小女桑伯格以及来自全球的环保人士，呼吁各国头人对暖化问题爱提出办法处理。今日游行队伍内底，瑞典小女桑伯格企入表记外讲话。第25届国际气候会议2号开始，连续12天伫西班牙马德里召开。伫会场外口有数千名为全球来的环保人士，包括瑞典小女桑伯格伫当地6号家己上街路示威，要求各国的领袖采取应应暖化的对策。The hope is not within the walls of the COP25. The hope is out here with you. The current world leaders are betraying us, and we will not let that happen anymore. We say enough now, and change is coming, 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 同一天，美国各地嘛有民众组织抗议，响应西班牙的示威活动。纽约有4000名学生、家长甲环保人士参加全球气候罢课抗议活动。加州有民众甲有名的投资公司爬来的去抗议。To protest BlackRock, which is a major investor in fossil fuels, we want them to stop and invest in our clean energy future before we destroy the planet. 第民众要求严格制定环保政策的时阵，美国总统川普煞伫这时阵宣布要放宽省水的政策，伊认为政策予水流伤细，到无法度甲手洗身去。另外，川普阁破完新电的 LED 电火珠啊，互伊的皮肤看起来是感觉色的，嘛拍算要放宽对电火珠的限制，互消费者会当买任何想要买的电火珠啊。记者林翔报道。继续来关心气象。
北部地区上低11度，上悬19度。中部地区上低12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4度。东部地区上低12度，上悬21度。华岛地区上低9度，上悬19度。以上就是今仔日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苏晴，咱再会。